维吾尔妇女瓜尔巴赫日前在法国多家电视以及广播电台公开揭露中国古拉格东突厥3集中营内幕，成为到目前为止首位在法国作证的直接从集中营逃脱的维吾尔族人。瓜尔巴赫曾在回东突厥3探亲时被抓捕，并被关押3年。瓜尔巴赫在法国居住10年多，他的女儿拥有法国国籍。2016年，在原先单位的要求下返回东突厥3办理退休手续，之后就被关进了再教育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为什么被关起来，也没有人告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曾经被用铁链锁在我的床边好几十天，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没有权利说维吾尔语言，有多位妇女都曾经晕倒，因为实在受不了。瓜尔巴赫透露，在精神与体力的双重折磨下，他只好无奈向警方坦诚罪行。目前，瓜尔巴赫准备将集中营中的悲惨遭遇出版成书，题目为《古拉格幸存者：维吾尔族幸存者的第一个证词》。瓜尔巴赫的女儿与他失去联系之后，迅速向媒体传递信息，并向法国政府呼吁。在法国外交部的反复交涉之下，瓜尔巴赫才得以去年夏天返回法国。推特21日表示，他们锁住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账号，原因是该账号先前发布的一则关于维吾尔妇女的推文违反了该平台的准则。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推特账号自今年1月9日以来就未再更新。询问其原因，推特1月21日表示，因中国驻美大使馆一则捍卫中国东突厥3的推文违反了该平台的准则，所以决定锁住该使馆的推特账号。推特认定该则推文违反了反对非人性化的准则。中国驻美大使馆1月7日转贴了中国官媒《中国日报》的一则报道，并在推文中写维吾尔女性再也不是生育机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这个月早些时候通过其推特账号发出多条推文，称中国政府的努力大大改善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其中1月7日的一条推文称，维吾尔妇女得到了解放，使她们不再是制造婴儿的机器。这一条推文引起很大的负面反应。推特在24小时后移除了该则推文，该推文已显示为不存在。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中国在东突厥3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单日确诊病例数升至150例，在首都北京对入境者实施的14天隔离期增至28天。在首次出现武汉病毒肺炎的中国，过去24小时发现118病例。在首都北京对入境者实施的14天隔离期增至28天。当局表示，在严寒的北方地区疫情更为严重。乔拜登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的讲话给北京当局提供了灵感。北京祝贺他就任总统的同时，借用他的话表示，中美关系也需要团结。而拜登最近提及的民主也被北京用来对他晓之以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1月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注意到拜登总统在演讲中反复强调团结这个词。华春莹说，这正是现在中美关系所需要的。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与中国展开了贸易战和技术战，导致双方关系跌至历史最低点。华春莹还借用拜登讲话的另一段称，如果双方合作，中美关系中的仁慈天使将战胜邪恶势力。据多家媒体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21日的连环爆炸案负责。当地时间21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航空广场附近的一个市场发生自杀式连环爆炸袭击事件，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2人，另有110人受伤。据报道，2名自杀式袭击者当天在巴格达市区一处人